中国棒球城市联赛每年的1月要来起鼓，最近因来公布着因专属的啦啦队最后入选的8位成员，其中一个叫做绿树的查某囡仔，因为甲中国政府真敏感的绿树天安门的绿树共音，伫咧网络顶引起着讨论。随后，因的官方抛出着另外一版的宣传的相片，原本的绿树已经改名改做苏瑶。 中国棒球城市联赛简称 CBP， 伫明年1月要开始比赛。联赛专属啦啦队公布最后8名单，其中一个查某囡仔名叫做绿树，伫网络引起讨论。啦啦队进前公开海选，因为中职啦啦队的人嘛有，所以讲引起台湾的关心。是讲依照公开最后的名单，这8位啦啦队成员无台湾人。 因为绿树这2字是绿树国字数字的写法，绿树伫中国又是真敏感的字词，最后官方发布新版的宣传相片，改名叫苏瑶。CBP 联赛还未开始比赛，就引起热烈的讨论。参加比赛4队中有台湾的教练甲球员，选手总共有28位。厦门海猪仔队12个上侪演过伫中职。 下高投手张喜凯嘛伫阵中演过2000安的球星林奕泉，加盟上海正大龙队。陈杰贤阿兄陈杰林伫中国教真侪冬啊，是福州海峡队。CBP 联赛进前公布的票价，一内野爱开超过1000块的新台票，外野差不多买700-800块。依照 CBP 官网的消息，目前开幕前的门票已经卖了去啊。 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